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福喜来也，我是吴义勇。屏东的竹田乡呢，更加是咱们有名的观光小镇哦。竹田头摆个名的很多豚骨，如是呢一个米啊的东西啊，而对水路送去配的蔬菜的中继站，好，服务的豚蹄呀，都是很多豚骨。加竹田呢，还有一群富人家因能真的豚骨剧团哦。今日我们的来宾如是豚骨剧团的李琼美团长，欢迎团长。大家好，我是豚骨剧团的团长李琼美，欢迎大家。感谢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，同我们打招呼。加首先呢，係咪团长先同我们自我介绍一下？我其實係女埔的人，女埔鄉人我更加以前算中心論，更加都美好村。因為我從細我這家的媽媽算做生人，艱苦人啊，所以都無法度，因為要出去做事，無法度通捱。我的哥哥兩個攏細來嘛，講講唔曉得吐爺妹老妹啊，所以都好勞動師有一個家庭，我媽媽養母都錯嘅啦，因為將來其他生人咧無法度養胎，所以人都提講，你去南一啲生人咧來溜到。嚟帶可能有露台嘛，你安尼潛都潛到捱，你帶捱，古時候捱完生命你按到帶台，你係帶露台的意思。捱的名係捱爸爸同我按呢唱名，希望捱唱松樹安尼，國台有獎，小名很多帶台你批緊你都卡，你同人講，也帶台，伊如果同介紹講，如伊，我萬世無人點解名啊，都冇個名，攏點解都帶台。係，迄個你安尼喊唔到嘅，錯。嗰種係對個養父養母嘅偏袒。錯。唔過屯親生嘅有誒，嘅偏沒有聯絡。我感謝我嘅養父我爸爸伊從細伊唔會同我講，唔好我弟講我奶奶。我媽媽喺下組頭嘅時間，我哋喺細聲細學嘛，愛吃飯為一段時間。我爸爸如果去論嘅以前嘅人咧太辦茶後面可以載人咧，如果咧，你載我過去中心論，如果咧創山過，你載我過去，了一下去，差唔多愛吃飯咧，你再其他，你再載我過來。我喺萬世萬餘的記憶，如我下組頭嘅時間嘅時段。我爸爸如果去到太辦茶，再我過去我錢咧都卡，再過來，嗰時候我萬世時間我錢嘅媽媽同我嘅養母養父也騙過錢，過錢呢？也攞我感謝，其實我一次攏感謝我嘅養母也騙，伊嘛冇避嫌，伊嘛會幫我過去看我嘅錢嘅媽媽的。嗰時候我親嘅媽媽攏會同我講，你睇你把胎嘅孝順人哦，你嘅媽媽對你真好，嗰時候我一直攏記得呀。嗰時候一直都胎路係睇養父養母一片，唔過都頂上會貴，親嘅阿爸未幾片。我每年咧寒暑假，我寒暑假冇都過年前了寒假，了寒假嘅下嘅早晨半夜嘛。我嘅哥哥，如果去茶，你再嗌過去我自家親嘅媽媽，你像人咧講回娘家，回娘家咧，攏安尼，安貼片咧吼，到過年後讀書嘅喲，又再嗌過來，安尼啊，嗰種其實嗰種有兩個爸爸兩個媽媽，安尼感覺，係啊，因為我媽媽嗰難得的都，我媽媽伊做生意，我養母也偏做生意。其實佢需要人去照顧，但是我嘅養母唔可以講當我嘅親嘅媽媽嚟看我哋，甚至團聚，所以我可以感謝我嘅養母，一點真係冇一種人做得到。我貼喺啲成長嘅背景咧，錯啊，咁唔到太陽浪係做乜嘅條路啊？太陽我總畢業啊，你都見我嚮往。哎呦，你那
什么人做啊安闹吼，还有个事嘛，你想讲我唔会读书诶，我听我嘅姑姑，我姑嘅个妹嘅一度全部乡下，你带去高雄嘅加工机，佢下高雄加工机改发摊，嘿，我哋你睇嘅，你下班去吼，你他讲你摇摇啊，我去那了安尼，感觉讲安尼生活改好，佢说我总毕业后，我都去加工机上班嘞。嘿，上班多年，你一次都提加工机？一次拢提过，你安尼人生也欣赏的呀。嘿，错。你有一段时间有讲想要往投入啊，因为我提过身有些水土唔合。我安尼常常身体唔好。嘿。我就想讲，感冒下，我过来也抽出一片，个受暖，个受暖，我愈来也上班，渐渐的我身体都好的啊，好的吼，但是4年啊，因为佢下算整只床轻发炭，轻无行，我又想无安尼，你是安尼加班，通宵呢。都唔会，我又在过去一间日常的个纺织厂上班，咱人生系欣赏的，嘿，错。你係提个纺织廠，嘿，做事，嘿，错。侬我有一机会，我整一只团会剧团的咯，整个剧团的时间伊多少啊？其实我剧团也系吼50人岁呢，50差不多57到58，因为。1两4年的时间哈，但呢副乡长，所以呢运动会嘛，运动会如果讲我哋跳大会舞啊，如果係在欣賞好了講我哋，結果吼，假如有個運動會嘅亮點，因為鄉長吼，講一道婆婆媽媽都有潛力啊，安尼你來成立表演班咩？如果呢，唔啲老師教我好，也算一道。歡迎教，真見過有潛力啊！對表演佢有興趣。因為你表演有比賽，有得名。係，如果你得名，得名表演吼會上癮嘅。係，表演過後，我哋都感覺我哋可以表演俾一觀眾看，要按多人嚟看我哋表演吼，佢有成就感啊。係，如果你慢慢嘅吼，都發展一團部劇團。係。侬會先來做團長嘅咯？從我哋吼，我哋成立嘅時節，佢下完前有登記，唔前立案嘛。我哋都半年會輪一拜執行長。有一年吼，你輪到我睇戲嘅，你輪到我，輪到我嘅時節吼，我哋啲老師佢下都要教我哋去表演嘛，我就同我哋。排演講我哋嘅時間，一路講，蘇美，你去成立。我，老師，我天龍唔曉得打呢，我神槍書唔曉得寫呢，我拢唔知講，你乜人？你拿一堆嘅申請書俾我看，你做嘢嘅，去前面來打資料，你。拿到去我都講係話啦，也是一樣嘅咯。對咧50-60歲婦人家嚟講，也該困難嘅，又冇妙過天咯。係啊，你講好唔怕，你問。既然先生按信任唔係嚇，你嚟，你去真係你去申請，你去問人係話嚇，伊都同我講，沒關係，蘇美姐，我幫你忙，我幫你打。打好去嚇，又唔知可以也唔可以。你安尼講，咁冇嗬，會送款咯。你送文化部，因為先生講愛送文化部，也唔可以送社會處。係，也屬於文化類嘛。送去嗬，過癮呢。過癮呢，先生同講講，老師，我們過了呢，真的還是假的？真的。那個證書給我看，你拿俾看。真的過的，100都過的。唔係幸運啦，我哋社會資料完全啦。如果你過的，過後啊可是我哋表演都有一啲資格嘛。
愈咱开始吼，老师都讲好，干你有名的咩？你愈来可能爱去表演啊嘛的，啊，你配合乡长，因为乡长4年前嘛，如果伊要成立国际慢城，好，昨天爱变国际慢上，啊，咱愈谈论乡长讲，啊，咱咧国小，甲你有啥物国小，伊咧国中，有去咪咧国小，咪咧国中。去宣传乡长的国际慢上，啊，配合乡长愈错的啦。啊，平常吼，迄个阵模式，我哋愈在家相夫教子，吼，啊，迄有的方，我哋愈出去表演安尼。哦，听落啦。哎呀，吞вод的名係蠻人玩的呀。吞вод吼，其實竹田本身有很多吞вод。幾項我哋成立嘅時節鄉長都講，有很多吞вод啊。反正你竹田出來的嘛，有很多吞вод。但是我哋呢劇團冇寫竹田哦，唔係寫竹田鄉嘅，啊你冇，你寫屏東縣吞вод劇團。哦，因為先生講不要人講暗斷，唔好人講暗斷，係不用太意思，你屬屏東縣，冇屬竹田鄉。嘿，亂的。哦，一開始你想講，人人講我變過人啊，安尼。老師嘅心過態啦，心過態。我哋呢團員嘅心無態，歡迎㗎，愈安尼愈好嘅。哦，咁佢團嘅規模係樣呢？有一度嘅人啊？其實我哋而家有12到20個人啦。哦，出出入入啦。啊，因為有時有限嘅時間，愈來表演。無限嘅時間，譬如一擺我哋表演無限。你唔是出來，故說我哋咧平常出去表演吼，維持15個人。哦，係維持15個人。你唔少喎，嗬，唔算少。大家都幾好表演嘅。哦，係嗬。係。啊，大家都係歡迎㗎。係啊，都係歡迎。係，都係。都差唔多50-60歲嘅歡迎㗎。有63，七太70歲。哦。七太70，七歲嗬，差唔多55。哦，如果一群50-60歲到70歲嘅婆婆媽媽，啊，大家如果要表演，係啊，頭頭團長講哦，表演會上癮哦，都係很容易上癮嘅，我哋呢聊一下天，講繼續來請教團長。歡迎到咗來福喜來嘅現場，我哋今日嘅來賓係吞вод劇團嘅李瓊美團長。頭頭團長應講哦，表演都有癮頭嗬，會上癮嗬。你還記得你第一擺表演係大會舞嘛？後來都係嗰種參加比賽，環保劇。哦，環保戲劇嘅比賽，嗬啊！第一擺表演係乜嘅感覺？你還記得冇？第一擺嗬，我哋表演嗬，老師幫我哋排演嘅時間，其實我哋唔係數同腳一邊嚟，從完全冇表演過。啊，都慢慢嘅嗬，老師一步一步安尼調啊。過後我哋咧戲服免我哋自己做。哦，像垃圾袋嘅啦，無論嘅呢瓶瓶罐罐。哦，因為環保。我拿係留那個三方。哦。啊，我哋咧摸嘅嗬，因為我哋表演係環保劇。所以垃圾帶來對海洋嘅破壞多大，嗬，我哋攞表現出來。啊，我哋攞表演戲種，我哋攞做垃圾魚嘅。哦，垃圾魚嘅，所以我做個都破破爛爛。哦。啊，因為當個因為我嘅身方，嗬，黏到嗰度像垃圾啦，無論瓶瓶罐罐，保特瓶啊嘛，嗰啲我哋攞留那眼神方。哦。啊，你魚嘅嗬，你一隻魚嘅，特別我係魚嘅嘛，啊，你留那個頭腦方帶落嚟，你安尼演，因為我哋冇表演過，所以嗬，我哋咧你要起來，一定要有一個程序嘛。啊，人都對安尼開始嗬，唔曉得都一出表演那個順序後嗬，啊，人經歷3個月，
我哋经历嘅3年，後面再去表演，去應該算比賽。你比賽得名嘅嗰一剎那嗬，你我感到我哋一3年嘅辛苦嗬，冇拍來啊。係嗰下我哋咧團員全部嗬，南腔下咧真歡喜，因為冇見過呢啲東西。人來表演嗬，我帶來幾多嘅一種舒壓，一個快樂。所以第一擺出去表演，第一擺演戲，感到本來見講我哋感到講我回憶啊。錯。第一擺係咪攞大頭名啊？錯。第一擺幾來上總強多呢？嚇！你一群婆婆媽媽出去比賽，我得名哦。阿講上總冇看唔起我哋一對婆婆媽媽，都請人哋示範。第一擺嘅時節，都請人哋示範講鼓勵我哋。第一擺出去比賽，都得頭名。第二擺嘅時節，上總都講，小囡嚟等你哦，因為有答應我哋。我哋喺得到台北市嘅算全省嘅第一名。如有安尼自己去參加嘅時節，伊都會包茶送我哋上去。以外附近我哋嘅啱唔會食飯。係細木嘅呀，喺飯店嘛。有歡喜人哋會得名，有時候講人哋得名後，我哋去那親切。係安尼有歡喜有時候嚟等。我講上總唔是少啦，安尼東西嗬。因為單位嘛會付錢幫我哋，安尼東西嗬得名又真歡喜，唔是少啦。幾擺都係哇，第一擺次都得名呢。咁大家即個唔單止上總學到，怕人即個未學到。我哋嘅客真係幾歡喜啊，因為學到嗬其實冇啦，我哋喺表演前啊嗬，其實我哋前2點鐘我哋都去化妝啦嗬，行台步啦，無論因為而家地方。唔地府嘅多麼，前後嘅距離啊，我哋都前2點鐘都去等嘅呢。我哋甚至前1日都去排演呢。講因為我哋嘅老師個娘，伊出書，伊如果伊嘅出書，切都一得名。伊帶一團小朋友嘅，伊團攏我哋一度歡迎㗎。結果伊嘅小朋友嘅唔係嗰種第3名。係啱人哋體驗，亂嘅。咁老師愛念嘛？咁嚇，因為大家路唔係正業輩啊，大家本單上講嚟教咩？結果老師愛念冇人講，我退出啦，我係唔甘嘅哦。啲後面嗬，其實一度婆婆媽媽嗬，雖然講每是家庭佢路口要照顧，但是我哋出來嘅時間真係個配合，像有啲人。伊睇買菜，伊咩建議你表下啦唔買呢，咩聽人哋去表演呢？安尼東西，他感覺能有啲榮譽感啦。我是感到安尼，我哋愛出書嘛，我哋愛去比賽，一定想要得名。嗰時候攏表下即家事業嗬，表下路卡，都去比賽呢。係啊，建議你比賽到他感覺，我哋嗰種後面我哋團員有啲革命感情啦。他感到幾好，係啊。上台前會緊張冇？唔會呢，唔會哦，唔會呢。佢今日就佢上去表演，唔會呢。可能其實唔係準備足，都唔會驚。我感到安尼，因為我哋喺表演時，我嘅話嗬，個興奮嚟。哦，因為今日嚟我哋驗收成果呢啲嘛，我哋表演咧，我哋排演研究。根本呢，我哋攞本嘢嚟講，我哋咧表現，嗰時候我哋係興奮，唔係驚咧。大家都差唔多安尼，就係我個跳崖上台表演俾大家睇。根本呢攞本嘢嚟講，我哋咧表演係表演嘛嘅。哦，嗰次哦，因為嗰當然上台會緊張咧。唔會咧，我哋嘅團學唔會緊張咧。哦，佢見老師平常調嘅有打敗嗬。哦。假如表示講，人平常正經嘅排練係幾多擺嘅？老師講念，伊念咯，伊念係講，我媽念下。因為伊都譬如講啊的，你的台步不對，你要改過來。然後你講的話那個抑揚頓挫不對，要重來。都按呢。哇！嗰時候我感到念師出國土。哦。
表演冇一样哦，好奇妙哦。但是你比赛，你要有一天呢，铺一样嘅行一道铺，都同你挡落嚟呢。哦，咁你安尼，你表演廿擺，家嘅劇本係用嚟出來咯？給老師會寫，老師寫，你走呢安尼，如果一啲劇本本嚟，你演乜嘅，你自己去演。演好唔好 healthy 哦？哦，即個認領啊！係，唔自己去演。咁我有兩個人路上去做亞角色冇咯？可以啊，因為我哋一啲學，譬如10個人，我哋幾擺去表演10個人，3個人一啲單位，3個人一啲單位。譬如我25個有3隻5個。哦。啊個有的話像星星、月亮、太陽，因為一組嘅嘛，你3個角色，你自己去演，演到嘅。你冇在玩嘅哦，亂哦，演到你冇個講法嘅哦，亂哦。咁唔知㗎係咪也有寫過劇本啊？哦，後面嗬，我哋陸續少少演過多嘅時間，我哋成立嘅時間，線上個冇限嘅，我哋攞自家來嘅時間，像向總你講，什麼姐，我要國際慢城，好，你們這一團來幫忙，我如果講，像咗今日就講嘛嘅，因為幾下我哋冇請先生嘅啦，幾演出費冇多嘅，我哋都義務贊助嘅時間嗬，請先生發唔來，我哋如果講，咁像咗我哋愛講嘛嘅，如果一啲嘅演講稿啊嘛嘅嗬，全部接本，國際慢城嘅公約啦、指標嘛嘅全部接本，唔能夠。就能嘅即個去請，解釋安尼我哋咧婆婆媽媽元素入來吼，插科打諢嘛，安尼入來亂嚟去表演。哦，唔能我即個對下的資料變做一出戲。係。哦，咁安樣嘅寫？還好呢。即個寫，我哋攞即個寫，係。也後面冇老師冇寫嘅時間，嘅劇本攏我哋寫。哦，係哦。咁攏點樣嚟寫劇本咯？老師沒有劇本幫我哋講，我哋都參考係主題嘛哈，像我哋個基本上係主題，我哋用主題帶一些有嘅冇嘅你問我答，冇如講有一些解釋通俗啊嘛嘅嚇，你唔亂嘅。哦，你有啲主題啊。哦，嗰種安尼。會寫，你可能寫戲文又去加來，又會表演，又會做服裝道具。你講我親難係乜個部分？親難哦，他個排練的時間吧。哦，因為唔排練的時間，有時唔可以，每天係可以。係，啊有時嚇，你我按不到人可以。像寒天的話，按不到出來該寒人咧。係，啊，他個如會有時會遲到，冇如有時會冇來啊。變啊一出戲嗬，你排啊他個空下來嘅時間，個難，因為咁多一個難咧。其他都還好呢。哦，但都唔係執行一個戲嘅過程係難。你出來演嘅時候，你負責啦。係啊，因為我哋一出戲嗬，某一天每啲人會到。啱係講嘅啊，一到團員嗬，你講到愛表演。他可能會欠，個欠頭，所以出來嘅時間，你提講，我哋呢叫我去表演咯，要我出來嘅嗬，你出來，我哋會寫啲劇本，自己去演練，你演乜嘅戲，你自己寫好，反正我哋一啲劇本寫好嘛，劇本寫好嘢嗬，你每一殺一本，你接筆的，你自己去演練，比如我想我演嘛，假，你去演，有的人。我台詞那按笑，我冇要嘅，我玩。有的如講，我講台詞我冇按到，因為我配冇好。見家演練嘅哦，我哋都有發生過一啲。我台詞嗰種個笑呢，人會講，呀，唔知個演嘅呢。我攏感到你睇緊我表演得按精彩，因為我哋會排演嘛。表演得按精彩，那愛嗬，嗰種會戲份不多，比落去嘅。伊都會自己加。你講可以啊，可以加，譬如唔咧，我通作，我通作，我都愛加一些有嘅冇嘅，因為看騙人，騙人那個，我哋嘅排演嘅歸鄉演亂嘅，
唐迄出一个吞尾桥同个奇妙，都係有劇本過後，大家有一位自由創作的感覺吼。我哋了下聽過幾首唱歌團長，伊能用嚟建議一個吞尾橋頭。分享到這來福喜來嘅現場，我哋今日咧來賓係吞尾劇團嘅李瓊美團長。嗰團長講到，唔能咧一個執行一出戲嘅方式去調配嗬，大家會集體創作，好多集體創作。嗰種冇一啲固定嘅拖延，係咪？大家都係完全集體，有一隻劇本出來嘅，大家看下，五個角色唔可以做乜嘅，嗰種嘅戲唔會越長越長嚇。本來5分鐘，結果變10分鐘啊咧。因為我哋一般出去吼，製作單位會幫我哋一啲太開嘅時間。係啊，嗰種行係用嚟編行係睇時間。但是唔可以一啲像譬如講，我演9分鐘，我演11分鐘，其實係在容忍範圍啦。哦，嗰種一個過長路行嘅出，大家都會用腦力激盪啊，會感覺過奇妙啊咧。哦，我建議啲劇團冇咁簡單咧。係啊，行係有啲會辛苦嘅地方啦，吼。一路行來哈，其實還好啦。但是可能係夢想過大啦，辛苦過後哈，雖然有時我感覺講過甜啊，過得很累。但是我同佢講，媽，你們為什麼不要換執行長？但是冇人愛啦，因為呢東西哈辛苦，他個人看得到，還是感到講，可以放下落嚟做，因為每本來都成長嘅機會啊，我唔是講付出，其實每天我得到嗰度。唔做成長幾多年？我應該3年了。我嘅感覺講3年多，我4年啦。我嘅感覺都係唔付出嘅時間。但是我得到嘅係嗰度我人生累積。有時我個感謝到我先生嘅支持啦。像我以前我出去，也講我表演服一照，要去哪裡？都唔歡喜。因為唔不用家庭，不用子女嘛。我如果講，我要出來表演嘅。但是我如果將我的紀錄片，我都係出去做乜嘅？你從那帶嘅，我如果傳俾我先生看，甚至我有一擺昨天，發表一個頓悟，活力竹田，活力竹田嘅時節有訪問我都帶我先生去，我都將我哋感謝有10分鐘半嘅感謝，我都講。本來先生談啦，本觀眾朋友談。如果講我根本你呢後面沒有一個助手路的女人，我的後面的我的靠山係我先生。因為冇嘢支持，我真係行唔出去，我比冇安逸啦。到後面更加像我要提講，人哋叫我做乜嘅哦，人哋叫我做乜嘅，一路點點。伊唔係講好啊去啊，但是一路後面點點嘅時間一路睇支持你嘛。嗰種我根本咧艱苦我都感到講我對不起我先生啦。因為伊冇伊支持，我真係走唔出去。但是伊根本嘅支持，我哋可以比出去。我根本比伊樣嘅，如伊嘅先強我伊樣。後來都天天嚟都過了解嘅啦，都哋講其實也係喜好嘅事情，唔要按聽落，故所都點點嘅支持啊咧。係啦，伊大男人心態，伊唔會講好唔去啊，但是伊唔講話，唔會當我出去嘅時間都表示伊支持我嘛。
咁唔能團圓，係咪其實大家多多少少都會遇到安尼嘅情形？我呀，古時候我哋喺表演嘅時節，嗬，我講嘅，我哋有18到20個團圓，每天每禮拜攏會出來。我哋會講啊，譬如講，我一擺去跳舞哦，嗬，可以嘅人，嗱，我嘅時間係耐久，可以嘅人出來，嗬，一定都會出來。冇出來嘅，我唔會勉強伊講，你都冇出來，因為畢竟他家人有也難處啦。古時候出來嘅人，如果講家出來哦，我哋攞練哦，亂嘅。咁團圓會安尼來去嘛，會有個人離開，有個人加入。會。我哋以前本來都有啲團舞劇團嘛，過後去嘅有啲團圓都感到伊嘅理念。同我哋冇到一樣，伊如果即個在推出，我都唔可以當伊啊，都被推出啦。我個反應唔講，我嘛個時候像打工性質嘅啊。因為有啲人像有啲個後生，有啲都團圓咧冇嘢來嘅。如果講我一擺有需要人就一來嘛，而家咁多時間可以配合，伊就會入啦。如果幾多人就打工一族啊？咁人嚟做乜嘅？像有時跳舞啊，有時跳舞啊，有時唱歌嘅，亂嘅。因為演戲對人嚟講，基本基礎個難搞啦。咁咧戲好呢，有後生嘅香港嘅，安尼佢好呢？因為以前嘅媽媽睇呀，媽媽幫生意嚟個好幫。爸爸個快幫，爸爸個快，因為大部分嘅客家男人個唔興啦，比較不喜歡拋頭露面，生意咧都可以，媽媽睇呀都叫下，做可能是媽媽睇做嘛嘅，錯，還有看過人哋表演，伊都感到講，我可以哦，安尼，安尼講好啊，分享啊，但是我哋因為講到客家男人因為我哋咧團圓大部分客家婦人家嘛，是不是有救嘅，攏係，所以一到出來表演嘅時節，都睇南面人啊，都客家人，伊支持呢，嗰時我講唔定咧老公一搬出來啊，冇啊，我哋講我聽宋美嚟表演，你點起嚟呢？開驚人人鬼好啊！講啊，聽到場面都冇問題啦。我說我有時我如果講，也係出去，像我哋一年會派一次旅遊嘛。如果講我一條團圓我會俾搬家，團圓咧欣賞，我會俾搬家，因為伊也支持嘛。所以如果種嘅嗰種認同愛啊，我有個感謝一定咧欣賞。認同愛嘛？嗰次哦，如係大家，咩表示講唔去適合做一個團組如做法脫單。其實我一人係屬於老二心態。我唔好做胎。但是一路來不管睇也母也偏，有時加落也偏。我攏胎嘅呢，出三飛後我去某個團體，慢慢又會變態嘅呢。嗰時候我變咗，嗰種有一種嘅無形嘅壓力啊。我一次攏帶頭嘅啊。我個好做老二呢。如果唔幫我做乜嘅，我都同執行。我又唔是去負擔壓力啊乜嘅。但是後面去啊，你如果同我送一啲團體。如果同我送，出面唔去，都怕佢有責任感嘛，如果自己唔好出頭，要佢有責任感，人如果看到如果送出去，因為伊哋唔知喺做團長久嘅，我咁講，我咁講，我咁去唔錯啊做乜嘅，我會出頭，如那安尼如果發現。出頭變啊！他講下禮拜，我個聲音，因為唔能夠提，把他們的心聲講出來啦。安尼我做戲會
我国开啊，但是配你心也唔难，你想讲哦好啦，体能他达成啦，你感觉安尼做团综啊，做团会剧团啊，接触一个表演啊、戏剧，对你心态的影响係乜嘅？世面更多誒。哦。因為你接觸腦部嘛，不管人事物啦，你的世面更多誒，你的眼界如果開嘅，心如果大嘅，有啲位個些雞毛蒜皮嘅事情，我如果個唔會去計較嘅。哦。因為時間有限呐，你斤斤計較吼，冇需要。係唔係講？唔怕啦，你愛都比。我有一種咁嘅想法，隨緣啦，隨緣啊，捱嘅如果捱嘅，個也可能都係捱嘅心態改變。以前嘅話吼，如果一些安尼有乜事情，如果斤斤計較，嘿，我真想啊提心度嘅。更加做細路唔得擺，那話有時間去同人計較安尼東西，嘿，可能也都係捱嘅。做團綜後吼，慢慢的接觸嘅人事物多嘅時間，你嘅心態會改，係如安。變到50-60歲，你嘅人生還夠開哦，還夠冇咁樣。係，咁我咁多講，我都一下落去啊吼，有1-2年接觸嘅人又夠多嘅啊。我嘅人紀吼可以呢，唔好像以前，係讓我收穫啦。今日非常感謝李瓊美團長同我哋分享嘅故事，多謝。好，唔係也分享大家觀眾朋友哈，有閒來做田料哦。謝謝，多謝團長。加鄉親朋友，我哋聊一下天個談論先生，好好運動。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，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面書粉絲專頁面站，韓國聽業 YouTube 頻道，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。